放荡做歹囝，不知认真通打拼。交警长店搁定定行，输家厝内是无物件，三顿无米通好食啦。面点仔也毋互阮食，我苦为着少钱打着行，来找朋友甲亲情。啊，大路毋敢行，暗暗啊看，搁暗暗啊听，行到大伯啊遐。大伯啊，对阮真讨厌，讲伊拄好要上车，也自安尼行去二叔啊遐，二叔啊骂甲大细声，害我见笑拼咧行。自安尼行去三姑啊遐，三姑啊放阮在大厅，假意入房去照镜。我决心行去四婶啊遐，四婶啊送阮到大厅，讲伊无钱通分去吃。我最后行去五姨啊遐。五姨啊，笑阮放荡囝，叫阮无钱袂晓去当拼。啊，总共今仔日才知影，无钱的人请人惊，有钱的人占较赢。苦劝朋友甲弟兄，咱着认真来打拼，认真趁，搁欠啊食。有一日咱若好业，大伯啊着来叫要请，二叔啊巴结来送饼，三姑啊扭咧行，四婶啊才甲我扭后领。迄个时阵的五姨啊，若甲我好咧，我嘛会惊。咱人应该做好囝，利用双手来打拼。交警长店搁毋通行。风骚佚佗歹名声，咱若认真来打拼，毋免3年就好业。无钱的人种人囝，人亲情搁钱性命。